下去，上学会迟到哎。彤彤姐姐，每个人都要上学吗？当然啦。可是亮亮，你不喜欢去后告，不喜欢去学校吗？彤彤姐姐，我跟你说，下课的时候，男生都会去操场玩球啊。但是亮亮很怕球，所以都会被同学笑。亮亮就不想上学。哦，你很大嘴巴，谁叫你说的啦？哦，谁叫你不说啊？停，你们不要吵了。亮亮，你不喜欢搞 Q 不喜欢玩球，那你下课的时候都喜欢做什么啊？彤彤姐姐，我喜欢玩游戏。搞游戏，玩游戏。那亮亮，你最近都玩什么游戏啊？彤彤姐姐，我昨天才发明一种新游戏哦，纱布绕绕，超好玩的。你看，当然，亮亮，你都把默默包成木乃伊了啦！我很聪明吧？亮亮好聪明哦，那你赶快去准备上学，我会去跟老师讨论，让你在学校可以搞游戏，不用搞 Q 好不好？好谢谢彤彤姐姐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学校，学校，学校，学校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学校，这是学校。他们在做什么呢？搞游戏，玩游戏。搞游戏，玩游戏。他们正在做什么呢？搞游戏，他们正在玩游戏。他们在做什么呢？搞 Q 玩球。搞 Q 玩球。他们正在做什么呢？搞 Q 他们正在玩球。默默好棒哦！学校，搞游戏，搞 Q 3句客家话，小朋友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伟亮。